我哋今日嘅第二場聚會这是我们第二场的聚會。開始嘅時候呢，我都想再分享下一個嘅情況。開始的時候，我想分享一個情況。各位呢，好多時呢都嚟到我哋嘅社區參加咗好多唔同嘅活動嗬。很多時候你們來到我們這裡參加很多的活動，對吧？我就用呢啲嘅活動呢嚟同大家去講故事。我就用這個活動再講一個故事。喺我哋嘅活動裏邊呢，好多時呢，我哋見到有好多不同嘅參與者，有不同嘅情況去出現。我們看到很多嘅參與者有不同嘅情況出現了。你有冇留意呢？你有沒有留意呢？參加同一件事，但有唔同嘅心態會呈現出嚟。參加同一樣事情，有不同嘅心態出現了。咁咧，我最近咧，我哋派物資啦。我們最近嘅派物資。我見到咧有不少嘅人咧其實佢嚟到嘅時候咧，帶咗一個好感恩嘅心。有不少人呢來到嘅時候帶著一個感恩嘅心。雖然係一個少少嘅心意啦，但係咧佢哋收到嘅時候咧，佢哋都帶住多謝啊，多謝啊，真係好啦，感恩感恩。雖然是小小的心意，但是他們會帶着感謝。但係同時間咧，有另一啲人咧，佢哋嚟到嘅時候咧，好擠擁嘅喎。有時咧要打尖啊、鬧人啊，甚至咧佢哋會扮演第二個角色咧，佢攞完之後落咗樓下，再上翻嚟又試下咧攞多次嘅喎。有些人呢就會插隊，或者是扮演了，他們還沒有拿過就拿第二次。啊，因為多人嘛，佢以為我哋都認唔到嘅咁樣。因為人多嘛，他以為我們認不出來。另外咧，有啲人咧，佢就走出嚟做義工。另外呢，有一些人走出來做義工，默默地、默默的、背後地、背後的運輸啊、去安排一切啊、清潔啊等等。清潔、運輸或者是安排一切的。甚至咧有另一啲義工咧，佢就站喺一啲崗位，由於佢哋因為你知啦，多人啊嘛，有時守秩序都難不免咧，有成日會俾人去提落啊、鬧你啊，話做得唔好啊，好多嘢嘅喎。但係嗰啲義工咧，默默地嘅用呢種嘅心態去承受咗嚟。有一些義工呢，就會因為他們是守秩序嘛，然後就會被別人去罵。又另外有些人咧，佢完攞嘢咧，佢好開心啊！佢即刻咧去到第二度咧，叫人咧，喂，呢度咧有啲嘢啊，你都需要㗎。佢帶埋人上嚟，甚至佢煮埋嘢，遞啲嘢食上嚟，佢嚟到祝福我哋當中嘅。有一些人呢，拿了物資之後，他很開心，分享給別人，用了烹調了一些東西給我們吃。有冇留意我講咩啊？有沒有留意我說什麼？同一件事，同一件事情，同一個活動，同一個活動，有唔同嘅心態去參與，有不同的心態去參與。喺我哋嘅人生，在我們的人生，各位聽住，各位你們聽着，喺我哋嘅人生故事，在我們的人生的故事，唔知你會係帶啲乜嘢嘅動機，同埋帶啲乜嘢嘅態度去參與呢？不知道你會帶着什麼樣的動機，或者是什麼樣的心態來參與呢？唔知你每一日係用一啲乜嘢嚟到演繹你嘅人生故事呢？到底每一天你用什麼來演繹你人生的故事呢？我講一個故事俾大家聽。我講一個故事給你們聽。一開始嘅時候咧，喺一個地盤啊，一個工地嘅裏邊。一開始嘅時候，有一個在地盤嘅裡面，有3個工人。有3個工人正在去砌緊一幅牆。正在對砌一些牆。咁咧有個路人經過咯喎。有一個路人經過。佢就咧喺度問呢3個工人啦：你哋喺度做緊乜嘢啊？他就問他們那3個工人：你在幹什麼呢？咁咧第一個工人啊就講啦：呢個工人就說：嘿，你咁都睇唔到，我哋咪喺度砌緊幅牆咯。你看不見嗎？我在拼砌一個牆。但係第二個工人咧？那第二個工人呢？佢就喺度講啦。他就說：我哋喺度起緊座大廈。我們在新建一個大廈。第3個工人咧？第3個工人，佢就講話：我哋喺度建設緊個城市。我們在建設一個城市。喂，佢哋3個都係啱同一個時間砌緊一幅牆嘅啫喎。他們也是3個在同一個時間呢，在砌這幅牆。但係由於佢哋3個嘅心態所睇到嘅嘢咧，係可以不一樣。但是他們3個人看到嘅心態卻是不一樣的。第一個，佢仍然都係覺得自己只係砌幅牆。他仍然覺得他自己在砌一幅牆。第二個，佢係砌緊幅牆，佢覺得係起緊一棟大廈。他覺得在砌一幅牆，但是卻新建一個大廈。第3個，佢起緊一幅牆，只係一幅牆，佢係知道自己係建設緊一個城市。他知道他在砌一幅牆，卻是在建設一個城市。好多年前咧，我去深圳咧。很多年前我去深圳。嗰陣時80年代。那個時候80年代。哇，去到咧全部都係嗰啲咧沙地嚟㗎。去到時候。我諗你哋都知㗎啦，你哋係我嘅長，你哋咁多長輩，你哋都知㗎。哇，根本係一塊荒蕪嘅地方。這個荒蕪嘅地方。周圍都係地盤。周圍也是。周圍都係爛地。
也是爛地。但係今日你只要過一個羅湖，過一個過關嘅時候，你睇到嗰個咩城市嘛？只要你過關嘅時候，你睇到一個展現咗一個咩嘅世界出嚟？是展現一個怎麼樣的世代？親愛朋友，親愛的朋友，你嘅人生，你的人你生，用乜嘢嘅心態係會有一啲乜嘢嘅故事會呈現喺你嘅將你用怎麼來？樣的心態就會呈現在你人生怎麼樣的人生的故事。我哋要有選擇，我們要有選擇。人生係一個選擇，人生是一個選擇權，唔係由外在牽住你嘅鼻子走，不是外在牽着你的鼻子走，係由你嘅裏邊是在你的內決在定一種嘅心態。決定一種的心態。你人生故事好多時，你用你嘅説話，用你眼前嘅五感感受到，哎呀，都係冇得撈噶啦，呢個世界都係好慘噶啦。我哋怨天尤人，我們很多時候被外在五感呢去影響到我們怨天尤人。但是但是如果你心態得嘅話，如果你心態你知唔知是行的話，一幅牆係會變成一個城市？你知道一幅牆能夠變成一座城市。你參與緊，你可以喺你嘅人生故事係對於你嘅家庭，是對於你的家庭，喺你嘅社區鄰舍，在你的社區、你的鄰舍，喺我哋嘅城市，在你的城市，甚至對國家，甚至乎對國家，甚至對一啲你唔知觸及到範圍裏邊會有影響力。你未知觸覺的範圍裡面是有大改變。你嘅出現要成為別人嘅祝福，你的出現要成為別人的祝福。你嘅出現係唔係單止要被祝福？你的出現不單是被祝福，你唔好覺得自己年紀長，你不要覺得自己年紀長了，你唔好覺得自己呢個世界已經提落你啦，已經覺得自己好似咧淨係對翻到屋企對住嗰四面牆同埋個電視。你不要覺得自己只是對着四埲牆。有位神，有一位神，佢嘅計劃喺你身上未完成，他就在你的身上還沒有完成。你願唔願意將你嘅人生雜音去刪咗佢先？你願意關上你人生的雜音嗎？有啊，上帝會同我哋說話。上帝是會對我們說話的。上帝唔係個木頭，上帝不是一上帝唔顆木頭，係個石頭，它不是一塊石頭，佢係一個互動，有生命與生命嘅一個嘅連接，有個感力嘅一個嘅真實體。它是跟我們互動，是有感染力的一個真實的體。但係第一步，但是第一步，我哋一定要行出嘅啱嘅第一步，我們一定要走對的第一步，就係你嘅心態，就是你的心態，你嘅心思。你的心思。喺上次我哋講啦，一切你嘅 destiny，所謂嘅命運，翻去個種子係由你個心思去嚟到發出嘅。我們上一次說過了，一切的命定就是由你的心思來開始的。你受到一啲咩嘅影響？你受到什麼樣的影響？你種植咗呢種嘅思想喺你裏面，你種植了什麼的思想在你的裡面，你就會有嗰種嘅心態，你就發生那個心態，心態會產生行為，心態會產生一個行為，行為做得多變成習慣，行為做得多了變成習慣，習慣會成為你一啲嘅恆久嘅習慣，變成你嘅性格，恆久的習慣變成你的性格，你嘅態度，你的態度，人生觀，人生觀，你就會嚟到對住世界做啲咩，你就會有種乜嘢呈現嘅咩嘅行為出嚟，你就會對着這個世界，你就會呈現怎麼樣的態度出來，就會成為你嘅命運，你嘅命定，就會成為你的命運，你的所命定。以你可以喺你嘅心思，上次我哋講話，首先保守你嘅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嘅果效係由心發出。首先你要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你的一切，因為一切就有了心的發出來。唔好見到每一件小事情覺得冇乜嘢，不要覺得每一件事情沒什麼大不了。你做好一件事情嘅態度，就會變成每一件事情嘅態度。你做好一件事情嘅態度，就等於你做好每一件事情嘅態度。再講一次，再說一遍，幾少嘅嘢都好，多麼微小的事情做少一也好，件小事情，做好一點的小事情，佢可以會成為漣漪效應，成為每一件事你都用咁嘅態度咧，就會成為大事情。那就會成為一個漣漪的效應，你對每一件事情嘅態度也會這樣。我哋做人唔係一定要話咩要偉大嘅，我唔係講業績，我們不是說業績，但係要有意義。但是要有意義。人生唔係在乎淨係講個存在嘅長短啊，人生不在乎那個存在的長和短，人生係在乎你攞唔攞到有一啲嘅意義放喺呢個嘅世上，成為咗一個嘅有意義嘅程度啊！你能夠把你人生的意義放在這個世上嗎？我哋睇下一節經文，我看一下這經文，我讀俾大家聽啦。讀給大家聽。凡事都可行，凡事都可行，都有益處，但都不有益處。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但不都鑄造人。呢度講咩咧？那做什麼呢？呢度講到我哋儘管我哋有好多嘅自由，儘管我們有很多自由，我哋可以做呢啲，可以做嗰啲，但係有冇益處咧？我們可以做這回做那，但是有沒有益處呢？有時呢啲益處只係為自己嘅私心、慾望同埋利益，有的時候我們的益處只是為了我們的私心，但係呢啲益處一啲都唔能夠造就人嘅。但是這些都不能夠造就別人。你雖然你自己得到益處，雖然你得到益處呢，但係就唔到人，甚至係害到人。
你就要謹慎地唔好去做啦。這種不是害人的，你就要謹慎。今日我哋嘅題目，今天我們的題人生目，有一個嘅精彩意義就係造就別人。人生有一個精彩的意義，就是造就別人。上帝好愛我哋，上帝很愛我們。我哋世界上咧好多人都搞到一塌糊塗啊！世界上很多人你有冇諗過啊？一塌糊塗，你有沒有想過？最親嘅人，最親的人，有時變咗仇人。有的時候變成了仇人。啊，最中意做好嘅朋友突然間出賣你，最好的朋友突然之間出賣了你。又或者唔知點解你好似俾咗幾多出去，你卻係一無所得。你給了很多出去，卻一無所得。好多故事哦，很多故事吧。特別呢度咁多嘅前輩，咁多嘅長者，特別在這裡那麼多嘅前輩，你付出咗好多嘅努力。你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係所謂你要呢個嘅公平，或者甚至公義，甚至公正，其實未必一定係會隨住你嗰個嘅擺上而得到嘅。你們所想要的公平公正，未必是你付出的等於一個正比。但係你開始難受啦，但是你開始會關閉自己啦，你開始關閉你自己。你開始會覺得自己唔需要去講咁多嘢，為自己就得啦。你覺得不需要再為自己。但係上帝就知道我哋搞到一塌糊塗。但係上帝知道我們弄得一塌糊塗。佢知道人就係咁嘅私心，自己嘅慾望就造成大家嘅對立同埋好多嘅不和。我們知道了，就是他們知道我們很多的對立。耶穌，你知唔知佢在天上根本佢唔需要特登道成肉身嚟到地上？他不需要道成肉身來到這個地上。你話一個創天造地嘅神，一個創天造地嘅神。喂，講真啦，你睇下，如果喺我哋呢個城市有啲嘅大富豪一樣。說實話，你看我們城市一些大富翁。佢真係，即係你話叫佢數算佢可以乜都擁有。你可以數算他什麼也擁有了。佢會唔會特登刻意走落嚟去一個嘅天橋底？去個垃圾堆，去與一啲嘅拾荒者去一齊瞓翻幾晚呢？他會來到那個天橋底下，跟那些拾荒者一起同睡嗎？唔係冇，係少有嘅。不會沒有，是很少。但係你諗下，一位上帝，他是一個上帝，佢係聖潔嘅，他是聖潔嘅，佢係尊貴嘅，他是尊貴嘅，佢係有無上嘅權柄嘅，他有無上嘅權柄。但係佢係無條件嚟，但是他無條佢件的，無條件嚟，佢見我哋搞到一塌糊塗啊！他看着我們弄得一塌糊塗，我哋佢係覺得自己係好似身光頸靚，我哋個個人喺人面前都裝扮到好似冇問題一樣，但係卻係我哋自己夜闌人靜，係一個自己覺得係冇辦法嘅人。我們在人的面前裝成得很沒有事，但是在夜闌人靜的時候，我們知道我們一塌糊塗。我哋想去做到好多偉大嘅事，卻係睇翻轉頭，其實我哋知道自己無能為力。我們做很多偉大的事，但是回過頭來，我們知道我們無所謂。所以上帝，我哋嘅天父有個救法，我們天父有個救法，係唯一嘅救法，它是唯一的救法。首先係從根源開始，首先就是從根源開始，就從我哋裏邊嗰種嘅捆綁，釋放我哋進入自由嘅裏面。就在我們的捆綁裡面，它釋放我們在自由的裡面。耶穌基督成為我哋嘅中保，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的中保。刻意，佢就嚟到地上去造就世人。他就來到這個地上來造就別人。聖經裏邊講，聖經裡面說，原來我哋原是他的工作。我們原是他的工作。我哋原是係上帝工作個字係作品嘅意思啊！一件花瓶好靚，或者一幅畫好靚。原來你同我嘅生命唔係偶然嘅，我哋阿爸阿媽生我哋出嚟，但係有位創造主去創造我哋，係有一個嘅好美好嘅呈現嘅故事嘅。我哋工作呢，就是呢，我們這是他的作品。原來我跟你在這個地上是有他的一個命定。我哋去農莊，我哋去遊覽。我哋有時咧會見到咧周邊咧好多嘢，我哋會見到哇好靚喎，呢隻雀仔好靚嗱。嗰次咧去食盆菜啊，未有孔雀睇嘅，記唔記得？嗰度未有孔雀園嘅。哇！你哋都啲把口都幾犀利喎，吹下，即係吹下口哨，啲孔雀開晒屏喎，記唔記得？你有冇記得啊？上次呢去盆菜嘅時候呢，那孔雀呢就開屏了，對吧？你見到呢啲嘢都好美麗啊，見到你都會好欣賞。你們看見這些東西，你會覺得很欣賞。上帝點睇你㗎？上帝怎麼樣去看待你？上帝睇到你就係嗰隻孔雀一樣啊！上帝看到你就像那個孔雀一樣。你知唔知啊？上帝對你咧就好似你對隻孔雀就吹口哨，想你展現嗰種嘅美麗呈現啊！上帝呢就對着你們，就好像你對那隻孔雀一樣，想你見到孔雀開屏點啊？你參見孔雀開屏，你即刻個心好開心，我見到你哋成班，哇好開心啊，好靚啊，拍晒手掌唔願走啊！你
你們看見就覺得很開心，不願意走的。上帝佢刻意嚟到造就你，就知道你能夠孔雀開屏。上帝刻意來造就你，覺得你能夠孔雀開屏。唔好喺你個自己裏邊覺得，哎呀，我係一隻烏鴉。你不要覺得自己是一個烏鴉。唔好覺得自己係一隻麻雀，我唔係去比較下，即係咁樣比喻啫嚇。只是一個比喻，不是一個比較。你係原是上帝嘅作品。你是原是他的作品。係基督裏所揀選。是基督裡面所造成的。係要榮耀上帝。是要榮耀這個上帝。你知唔知你會有一個輝煌燦爛嘅人生故事可以展現出嚟㗎？只不過黑暗嘅勢力喺你嘅原生家庭，喺你嘅成長，喺你嘅婚姻，喺你嘅家庭關係，喺你嘅工作裏邊，有時黑暗勢力藉住嗰啲人事物去搶走你，因為那惡者就係偷竊、毀壞、殺害者。但耶穌嚟係叫人，就係叫呢啲嘅羊得生命，並且得更豐盛。其實你能夠成為一個呢擁有光輝的一個人生的一面，但是呢仇敵來到就是要偷竊、毀壞、殺害。我哋點樣展現呢？我們應該怎麼樣去展現呢？第一件事，你打開你嘅心。你打開你的心。第二樣嘢，你要效法基督去造就，好似耶穌造就你一樣去造就別人。你要效法基督，好像耶穌怎麼樣去造就你，你就怎麼樣去造就別人。聖經講，聖經說，施比受更為有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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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哋嚟到去給予唔會蝕底嘅。我們給予不是呢，就是去不會吃虧。我哋記住一樣嘢。我們記住一件事情。頭先好似話去派嘢一樣。我說去派。有啲人趕住去攞嘢嘅，打尖嘅，去鬧人嘅，去攞多份嘅。有一些人呢，就是插隊或者是罵人。但係有啲人係默默地跟住不斷補位嘅，不斷，哎呀呢度唔得，呢個要扶下去，哎呀呢度得唔得啊？呢度睇得頭又睇尾，睇尾又要睇頭。佢係冇諗過有任何一絲嘅讚賞，佢只係知道自己嘅崗位、人生嘅身份。他就是有一些人就是瞻前顧後，從來沒有想過的想，他只是知道他自己人生的目標。所以係有選擇嘅，是會有選擇。親朋友，你要選擇，唔好坐喺度運到我哋見到有啲年青人咧，我好雀躍，哇！年青人去啊！但係去到有時有啲某嘅時候，佢就會停喺度，因為佢受到一啲佢與別不同嘅聲音影響咗佢，佢就會覺得佢做唔到啊。但係同樣長者一樣，你已經聽咗你嘅人生故事有好多嘅遭遇啊，唔好俾嗰啲嘢嚟截留你。你要知道，你起緊依幅牆係起緊一個城市。你要知道，你在興建一幅牆，就是興建在一個城市。你搭緊每一嚿磚，你踏的每一個磚，每一嚿磚就係一個小事。每一塊磚頭就是佢會造成一個大事，佢會造成一個大事。但係今日我哋睇下一個故事。但是我們今天看一下這個故事。呢個故事佢係一個主角係一個平凡人嚟嘅。主角是一個平凡的人。照我記得咧，個名咧都冇寫落嚟。那名字還沒有寫上去。但係佢造就人。但他造就人嘅原因，因為佢知道神，敬畏神。他造就別人的原因，就是他因為他敬畏上帝。神做嘢係需要1+1嘅。神造事是需要。唔係神自己要去做就做嘅。不是神自己去做。神是一，人一，人是一，1+1，1+1，先成就到呢件嘅事情。才成就這件大事。我請阿靜，呢個好重要，阿靜一定要出嚟啊，樣似啊。阿 May 啦，瑩瑩啦，好唔好？瑩瑩啦，係啊，請出嚟啊！唔好啦，阿 Larry 啊，Larry 幾度？係阿靜，阿 May，係嗱，我哋等一陣啊。唔好撞咯，嗱，呢個故事。呢個故事嘅發生嘅時候咧，係發生有一個人物，呢個舉手先。這個故事發生嘅時候是有一個人物。嗱，個背景係點咧？那背景是什麼？原來咧喺一個嘅聖經裏邊舊約嘅一個年代咧。原來在舊約一個年代呢？係有一個嘅民族係神所揀選嘅。有個民族是神所揀選。佢哋叫以色列，呢個以色列嘅民族。他們叫以色列。佢哋生養眾多。他們生養眾多。佢哋後來咧，佢移居咗喺一個叫做埃及嘅地方。後來他們移居到一個埃及嘅地方。但係有一天，呢個皇帝咧，埃及嘅法老王。這位埃及嘅法老王。佢見到呢啲嘅以色列人咧，哇，叻仔叻女。哇！咁多人嘅，佢開始心存一個嘅恐懼感，心存一個嘅危機感，就覺得不安啦。他看見呢那些以色列人呢，那麼的聰明，所以他心存一個恐懼。佢就下命令，佢要呢啲嘅以色列人做苦工。
看到這些以色列人做苦工，喺建設呢個嘅城市呢個國家裏邊，佢哋要做奴隸。在這個建設這個城市裡面，他要做奴隸。哇！呢個嘅皇帝咧諗下都唔對啦，仲要搞到一樣嘢。那個皇帝呢想着想着就想到了一件事情，要殺佢哋啲男嬰，要殺他們的男嬰。嗱，喺個故事呢個背景就係咁啦。在這個故事的背景就是這樣。係一個嘅時代，在一個時代，係一個承受逼迫環境困難嘅時代，就是受逼迫的一個時代。神點樣去嚟到喺參與喺個過程去拯救呢個民族？佢點樣去應許過去對住呢個民族嘅先祖立下個諾言，佢哋會進入一個豐盛嘅應許裏邊咧？神怎麼樣呢？去拯救這個民族啦，因為神呢曾經都已經冇得救啦，做晒佢哋冇兵器，佢哋已經每一個人冇啖好食，做奴隸，甚至話要殺晒佢哋啲嬰孩喎，點算啊？在人嚟講，我都搞唔掂啦，我造就啲咩人啊？我自己都有艱難，點樣造就到人啊？他們在這個地方呢，要做奴隸，甚至呢要被殺害他們的長生的兒子。答案就是有位神，有一位神，有位神，有一位神。在佢沒有難成嘅事，在他沒有難成的事情，佢就係喺個時間用一個嘅平凡人，他就是在這個時間用一個平凡的人，舉高啲，舉高一點。呢個嘅人物就係個名都冇嘅，那個人物就喺聖經裏邊講呢個就係一個收生婆。這聖經裡面說這是一個呢個收生婆咧，佢有一日咧出現一件事，就係話咧，佢見到咧一個嘅男嬰孩，他看見嬰孩，呢個嘅嬰孩，你知唔知啊？都係個豆僆嚟嘅啫。他只是嬰孩。一個收生婆被皇帝下命令，全國都要殺晒呢啲男嬰，唔能夠俾個民族去有任何嘅後路。那個收生婆呢，接到一個命令，就是不讓所有的男孩子呢都活在這個地上。但係喺個時間，但是在這個時刻，因為呢位嘅收生婆，因為這位的收生婆，佢敬畏呢位神，呢位代表神啊，舉手係唔單止讚嘅，佢係面對敬畏神。他面對就是敬畏神。乜嘢叫敬畏咧？什麼叫做敬畏呢？敬畏除咗話愛神愛嘅做嘅事，恨神恨惡嘅事之外，就是愛神做神愛嘅事情，還有恨神敬畏神嘅事情。敬畏神就是你嘅身份，就是你的身份，知道係仿效上帝嘅，知道是仿效上帝，你同樣都有聖潔嘅身份，你同樣也是有聖潔嘅身份。所以你敬畏神嘅時候，所以敬畏神嘅時候，你係對住每一個事情，你唔係淨係睇嗰個事情，你係而知道呢個世界有位創天，舉手，有創天造地嘅神，你係願意你嘅心，願你嘅思想，願意你嘅取態係向神嘅時候，世界可能俾你要做嘅嘢，你知道係唔對嘅。我係一個收生婆，神命定我係一個接生婆，我係迎接新生命嘅，我有乜可能去殺人啊？嗱，喺人因為王嘅下命令，世界嘅影響咧，呢樣嘢我哋係會牽住鼻子走嘅。我哋會好多時個政策咁做咪咁做咯。呢個家族我哋嘅家族嘅唔好咁快攬住啫。呢個家族，我哋個家族嘅嗰個嘅取向係咁就咁咯。我哋好多時我哋就係話睇人，冇睇過神嘅，背住神啦。我們呢就是了。我們呢，就是呢，經常呢就會被世界牽着鼻子走，但是呢，收生婆呢卻敬畏上帝，所以他沒有被這個世界牽着鼻子走。但是，當然我哋有個答案嘅。但我們原來是有答案。頭先講咩啊？那個時候說什麼？你就係上帝嘅作品嚟嘅。你就是上帝的作品。你就係上帝話，好似經文話咧，你去揀選，所以你將轉向嘅上帝嘅時候，你嘅人生所有嘅取向係對住一件，你舉手。對住一件呢個嬰孩啊，豆僆嚟嘅咋，殺咗佢係好平，即係皇帝下命令喎，你唔殺呢個嘅男嬰，聖經話佢存留佢啊，佢會有死罪嘅，佢係會有一個嘅滅族之災嘅，但係佢因為敬畏神，佢因為知道自己嘅身份係好似要神個聖潔，佢唔要做啲唔聖潔，唔做啲去敗壞神嘅真理嘅嘢。而佢將呢個心態面向翻佢世界嘅時候，佢就要知道佢要存留。男孩，那個收生婆呢，就是呢，如果他不殺掉那個男嬰，其實他的就會遭到了全家都會被殺亡。
親愛朋友，親愛的朋友，原來你造就人，原來你造就別人，原來你睇自己同睇神爭好遠嘅。原來你看你自己，或者是看神。你造就人淨係睇自己，做下你會攰嘅。你造就別人，你造就你自己卻但係聖經有個好犀利嘅，原來你知道你嘅存在係出於佢。你知道你嘅存在係出於神。你嘅存在，你望下個天空啦，哇！咁浩大、咁偉大嘅一個海，咁偉大嘅，唔係阿邊個富豪注啲水入去嘅喎。個山嶺點解咁多設計、咁多大自然咁奇妙嘅？點解我個身體嘅結構，哇！啲關節啊、啲舌頭啊、啲眼睛咁精密嘅？背後有位創造者。你叫得呢張凳唔係石頭變出嚟，點解你可以話你自己唔知道你邊度出嚟㗎？阿爸阿媽生我哋，佢冇設計過㗎，佢冇諗過啊點樣同商量點樣黐你條眉毛啊？點解眉毛點用㗎？啲汗啊滴落嚟啊，唔好醃住隻眼啊！啲眉毛攞嚟遮擋啲汗，唔好醃到隻。咁細微嗰啲設計咁細心嘅，咁精密嘅，咁關心你嘅，原來背後有位愛你嘅神。我們看一下這個大自然，或者是我們的身體，我們就會知道我們背後是有位創天造地的神。所以你造就人嘅時候，唔單止係用自己嗰個心態，你原來加一就會造就到一個小事情，小事情就會變成大事情。因為點解咧？當收生婆去接收呢個嘅豆釘嘅時候咧，你踎低，佢根本就唔顯眼，未知之數啊！你知唔知佢長大咗會成為咩？長大之後，呢個就係摩西啦，佢就會成為咗咧呢班被遺奴呢班民族咧。就係因神因佢去喺呢個嘅稍後嘅聖經故事裏邊，俾我哋見到呢個歷史裏邊咧，佢就拯救咗成個民族，翻轉咗整個嘅歷史。你估唔到一件嘅小事情，你唔好你唔識一收心婆唔使諗得太多㗎，佢唔使諗下啊將來咧咩會救翻個民族啊又點啊啲，佢只係做好對神一件嘅小事情。親愛朋友啊，我哋有時我哋淨係對住你身邊嘅家人，你對住行過喺個社區一啲嘅鄰舍，有時我哋好多嘢可以做到，但係我哋不斷去增勁，我哋不斷去將我哋成日唔改，我成日依然故我嗰個嘅心態咧，其實我哋係唔開心，我哋根本唔會有平安嘅。但係你而家知道啦，你係要孔雀開屏，你係好似嗰隻孔雀一樣，上帝對你。吹得唔係咁好，冇你哋吹得咁靚。上帝對你加油啊！但係你回應佢，就會1+1等於呢件嘅小事，將來會改變成為一件大事。你砌緊一件嘅磚頭，係會成個城市嘅大計劃。如果你願意1+1的話呢，就會成就一個大事。所以，唔好意思，唔緊要。所以我哋三位可以分埋嚟。所以咧，我哋用屬神嘅眼光。所以我們用屬神嘅眼光去睇翻，就係我哋點樣，我哋嘅存在，我哋嘅存活嘅意義。就會看到我們存在。各位長者，所有嘅長者喺我哋嘅人生晚年。在我們人生嘅晚年，我哋要加油啊！我們要加油。我哋唔好喺度呻啊！我們不要再發牢騷。上帝嘅智慧係無限嘅。上帝嘅智慧是無限的。但係點解有啲人俾你嘅智慧會咁，上帝會俾智慧你，有啲人冇嘅？為什麼上帝會給智慧給別人？得一把鎖嘅咋？只有一把鑰匙。你頭先就好似收生婆一樣，好像那個收生婆一樣。佢咁望住上帝，佢看見上帝。喂，係喎，我嘅使命，我嘅身份就係接待新生命喎，冇理由聽法老講去殺生命嘅喎。對，我的使命就是要收生的。所以，你去到任何一個可能性嘅，聆聽下裏邊上帝對你嘅聲音。你要聆聽一下上帝對你的聲音。裏邊一定有幾種元素嘅。裏面一定要幾種元素。愛、恩典。你明唔明啊？憐憫啊！憐憫。當你做嘅時候，你唔會好犧牲嘅。你做嘅時候，你不會覺得很犧牲。最回歸就係你自己。就是你自己。你會見到天上邊嗰種對你做完之後，你會見到哇喺裏邊呈現一份好有價值、好平安，同埋知道咧自己咧無論今生來世即係永生啊嗰種嘅平安同埋福樂。
你就會看見你的真身，或者是你的來世的，就會看見有平安。所以最後我講，所以最後我耶穌嚟，耶穌來喺約翰福音第3章16節，在約翰福音3章16節，神愛世人，神愛世人，甚至，首先第一樣嘢就係神主動愛世人。第一件事情就是神主動去愛人，並非世人走去揾神。並非世人去找神，係世人係走嚟走去都好似去到個胡桃谷一樣。世人呢走來走去呢，也是個胡同。自從係伊甸園變咗做失樂園，自從在伊甸園變成像一個失樂園。我哋人生就好多嘅迷局。我們人生很多嘅迷局。但係神話，但神說，佢就係主動神愛世人。他主動的就是神愛世人。神愛世人。神愛世人。今日你有任何嘅自己嘅疑難，我們有很多自己的疑難。耶穌，佢就係話佢就係呢個道路。他是說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藉着佢可以去到上帝嘅面前。你藉着他就能夠去到上帝的面前。去為你嘅爸爸。稱他為你的爸爸。阿爸父。可唔可以嗎？可以嗎？最後你見到最靚嘅一句說話，我好中意嘅字就係甚至。就是甚至。甚至係用盡一切嘅方法嚟到傾到嚟到造就你。甚至就是用盡一切的辦法來到。佢冇諗過你有咩回報俾佢。他沒有想過你有什麼能夠回報。佢話甚至將他嘅獨生唯一至寶嘅兒子獻俾世人，賜俾世人。子就是他的唯一，他的至寶就是賜給世人。只要得一個條件。只有一個條件。叫你只要一切信他的。只要一切信他的。結果就嚟啦。結果就來。不至滅亡。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所以今日我哋最後就係講啦，你願意去成就別人嘅時候，因為你已經被成就咗啦。你願意成就別人嘅時候，因為你帶住呢種嘅屬天嘅眼光，你係可愛嘅。帶住這個屬天嘅眼光，你是可愛的。事情過去嘅時間並冇洗走任何嘢。過去嘅時間並沒有洗脫了什麼。但係喺現在同埋將來咧，你知道絕對性嘅一種嘅盼望就係你在基督裏係有兒子嘅名分係被揀選。在現在或者是在你的將來，你會有一個盼望，